各位前贤，大家早安。大学有一句话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尽后，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道之终止，降世于人世间。那么，这个是人世间的一种福报。我们人何德何能够修道？何德何能又能够得道？在这么多累劫累世的变化之中，我们做过了太多的这种恶端邪说，甚至呢恶行恶状，以至于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没有办法跳出来，也不晓得怎么跳出来，甚至呢根本否认有六道轮回这种事情。那么如果说中国人对于道的理念它是有悟通的话，那么中国人他所讲的道是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上，在每一个时空之下，每一个角落之中，那你不管各家各派，有的偏于一见，有的偏于一种修法，但是呢，主要的这些思想啊，它都是指出人的根本。所以中国人主要的这三股思想，就是儒释道，成为中国人生活里面密不可分的一种指导原则。不管是修儒、修道、修这个佛，那么呢，都是在中国文化里面，那么这个呢，都是属于道。那么在不是主要的这些学术里面呢，那它也是称道。但是呢，我们就不得不区分，有所谓的小道，有所谓的大道。《论语》里面讲：“虽小道亦有可观呐，自远恐逆呀。”虽然是小道，但是呢，它也有它可观的一面，可以吸引人的一面，可以信服人的一面。但是呢，所谓的自远恐逆呀，就是说你沉浸在那里越久，你就泥沼在那里，焦灼在那里越久，越没有办法超脱。所以为什么要回小向大？毕竟小道呢，它不是我们人生的究竟，整个宇宙生命的源头，它不能够指出来。那所以只有经过大道，才能够指出这么一条路。今天天恩师的传下道之宗旨，也是要告诉我们这一条大道，本末终始的大道。人呢，按照这些本末终始来按图索骥啊，那么总会有尽道的一天。那接近道，可见呢，它还不是道。那接近道已经不简单了。你可以接近道，然后呢，踏上这个登堂入室的一种堂奥，然后呢，你就成为圣贤，
成为佛菩萨。所以说这一条路呢，说难不难，说简单又不简单了。我们看看世间苦难的源头是怎么来的。最大的源头莫过于人的迷惑，人迷了，迷了呢，把这里当作是家，把这个肉身当作是我，把这一切看成是真的，结果呢，让自己在这个好像真的假象之中迷昧不堪胡作非为。结果呢，越是做作，越是沉沦，永无出期人的起心动念呢，不是业就是罪，因为呢，都是迷惑的一个开端那么所作所为既然都是迷惑，他所受的这些生活、这些境界、这些果报，当然就是苦果。所以祸业苦，祸业苦，这个是一个相循的一个轮回人就在迷惑、造业、受苦之中不断的在轮回。那么我们放弃了古代圣人、佛菩萨所留下来的这些原理原则，然后被物欲所蒙蔽，被各种世间的知见所障碍，被这种科技的形象给诱惑了，造成今天苦难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没有办法跳脱出来，更不晓得我们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我们的老家在哪里，完全都不知道。这个就是道之宗旨出现在人世间的原因。那么我们必须要清楚，古大德这些圣贤菩萨，他早就用各种方法来告诉人们，只是呢，道有显有隐，显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可以来接受大道，那么来修持大道，结果呢就回归大道。这道在隐的时候呢，也只能够默默的进行，道是没有断绝过的，只是显隐的不同。那么我们必须了解到，今天为什么会有大道普降在人世间？那是因为整个人都已经迷惑了。你说老祖宗的这些规则、这些道理，人们已经把它抛诸脑后，甚至不承认它，要把它丢得远远的，被称为封建思想，被称为了现在思潮的一种障碍。那我们知道，现在还是有一群人，他接受了这种有志之士的指导，知道说呢，我们老祖宗留下了这样一个丰富的财产给我们，那个财产呢是无限的能量，无限的精神，无限宽广的视野。但是呢，你必须用心，用方法，你必须呢努力修持，去得到它。所以呢，
你要得到它，你第一个步骤，你必须呢放下你的知见，放下你对于这些境界，对于眼前的这些生活，认为是真的这种想法。也就是迷的观念，你必须把它放下。迷跟悟总是在一念之间但是呢，迷总是呢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什么时候我们悟了，可是呢不久，这个迷又来了，这个迷又来了，我们又忘记了悟的境界。什么时候呢？我们读到一本书，我们发生一点事件，或者是说受到各种挫败，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有一点启发了，准备呢要开始好好的来力行人生之道，走向圣贤之路。但是呢，因为累劫的习气积得太久了，以至于造成我们随时会忘记我们的那种悟境。那种悟境呢，变成一种向往，变成一种理想，不能够付诸实践。那人呢，终于在这种惰性，在这种习性的因循苟且之下，渐渐的被境界、被物欲所蒙蔽。所以古大德都教人放下。道之宗旨也是要教人放下。但是道之宗旨，它是先佛印着现代的人心所批示下来的内容呢，完全是中国文化的思想，不离儒释道，而且呢，主要呢还是以儒家为思想的诉求。儒家教我们什么？教我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所以呢，它的前提是君子啊。佛经讲了善男子、善女人啊。你要是善男子、善女人，你来修学这些东西，你才有可能成就啊。那儒家讲君子啊，你君子要务本，小人务本还不够啊。我们没有听说过小人可以务本的。所以君子给我们的一个警惕就是说，我们人起码要做到君子。儒家告诉我们，你看在我们道上，老前人、前人他所期盼的我们的这种修行，起码要达到君子的标准。没有达到君子的标准呢，那么你这个务本功夫是假的。人家说悟后起修，你没有悟怎么会起修呢？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啊，你根本不是真人啊，你怎么会有真知呢？更不用说真行啊。所以人是那个根本，人的那个源头是心，心是人的根本。所以成为君子，甚至成为圣贤，那是我们主要的基础。那么你会问，那君子要怎么做呢？君子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我们按照古大德的标准，那就是呢，一个君子他的起心动念都是善的这样才符合一个叫君子的标准。那你说君子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那所以君子还有起心动念哦。对，君子还有起心动念，而且儒家允许这样的起心动念。
人来到人世间，他用肉体的方向呈现出生命的状态。当他用这个肉体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有起心动念，这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起心动念是没有错，但是呢，你要把起心动念都回归到自信这一点，那就对了。自信是善的，那么你的起心动念是善的，善的都是为别人，从来不为自己。只要有为自己的那一点点的私心啊，那都是恶的。所以君子务本，务什么？务这个至善之本，自信之本。所以自信是我们的本性，自信不是我们的习性。那我们为什么不说一个人做到善人就好了呢？为什么要达到君子呢？那君子跟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儒家呢，大致把人分成这几个人的这种等级啊，圣人、贤人、君子、善人，那个贫人啊，贫人就是庸人一般的人，再来呢就是恶人，再来就是小人。大概有这些等级的上的分法。那么在我们的道之宗旨里面呢，我们暂且不去分析这些人的等级，我们呢基本的理论就是要站在君子的层次，也只有站在君子的层次，那么你才可以说你准备要修行。各位听清楚了，你是准备要修行，你不是在修行。君子他的起心动念都是善的，所以呢，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大众着想。所以君子务本，本是我们自信的良知良人，是至善的。所以善是我们这个自信而发。那你又要问啊，可是这个本性是善的，也有人说本性是恶的，也有人说是善恶相杂的，也有人说可善可恶的，那你到底是遵循哪一个啊？这个是孔子说了大哉问啊。但是呢，孔子并没有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很重点的问题，只是我们后来的人会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呢，在孔子眼中根本不是问题，在孟子眼中不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说止于至善，至善就是那个我们的本来的自信。我们这些道德礼义的发端啊，都是至善的。那你说，那恶的是怎么回事啊？恶的是我们的习性。所以说人之初性本善，这个人他的源头啊，性是本善的。所以性。当我们落到这个生命的状态、人的状态的时候，它有一个心的造显，它心所做出来的也都是善的。所以这个善的就是君子的本色。但是后来心会变化，心不是直接依照性的一个驱动，它会受到外界的染着，外界的诱惑，
结果呢，这个心啊，有时候变成善的，有时候变成恶的，所以他有时候是好人，有时候是坏人，有时候是可善的，有时候是可恶的，就是这么一回事。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个会变恶的，那个不是我们的本性，那个是习性。习性呢，是从我们来到人世间之后学习来的，养成的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习性，这个习性依照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他所接触的人事物不同，所以呢，养成了这些习性。我们说个性啊，这个人很有个性，这个人这个很酷啊，这个呢都是他的习性。那这个习性呢，不是我们的本性，本性不会耍酷，本性是纯然至善，本性不会一下子善一下子恶所以我们了解到君子的本色，那是那种本善的本色。所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那么君子还有可能会变成善人，有可能会变成恶人，是因为呢，他那个本啊，还没有完全的抓牢，完全的认清楚。我们说还没有完全悟啊，还有一些迷，没有办法完全放下。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或者说求其放心。那放下的心，那就是呢，回归本来面目。就是本立了，本立你才有道生啊。本立呢，你才能够跟那个无形的接上线。我们这个有用的肉身是有限的，它会成住坏空，生灭变异，它会生老病死，所以呢，这个是有限的。但是呢，我们的心性，它可以是无限的。尤其是那个本善的性，如果说我们能够透过心去证到那个本性啊，那么我们可以跟无限的去接洽起来。那我用无限的接洽起来，我们就可以不用死，我们不用老，我们不用病，我们没有这些烦恼。你看现在的苦多不多？现在的病多不多？现在的难多不多？多啊！那这些苦、这些病、这些难，谁能够帮助他们吗？我们知道西医已经走到瓶颈了，因为呢，它动不动呢就是把你切除掉，你就没事了。对，你把那个现象切除掉了，你把这个疼痛的原因呢，用药呢把它止住掉了。但是呢，它为什么会疼痛？为什么会发炎？为什么会有肿瘤？这个西医呢没有办法去探究。那没有办法探究，他就把现象割除就好了。你这个肿瘤好割掉，你这里发炎好让你消炎，你这里疼痛好让你止痛，没事了，没事了。可是呢，那病灶还在你的脾气毛病，你的生活习惯，你的这些贪嗔痴爱都还在，内在的贪嗔痴爱，外在的五欲六尘，结果呢，两相结合之下，你的病还是一直不断的在折磨你。但是有的人为什么一割掉就没事了呢？割掉没事了，那表示呢，这个人呢有所警惕了，他不可以再贪嗔痴慢了，他不可以再造这些五欲六尘的，他要回归自然
哦，他要追求简单啊。这个呢是一个人大病之后有可能的觉悟啊，所以这个人呢，他就不会再发病了。这都是有道理的。所以你看，回归自然。那人的自然生活是什么？人的自然生活就是回归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个就是人的自然生活。哦，所谓的君臣有义，哦，五伦，所谓的这个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然生活。哦，你不是回去住在树林里面，那个叫做自然生活啊？不是啊，这个差太多了。你就在此时此刻，就在你的生活上回归自然。然后你对于父母亲，你要做到孝顺之道。哦，对于兄弟姐妹，你要做到悌道。哦，凡是我的长辈的，你要做到恭顺之道。哦，对于我的这个晚辈的慈爱之道。哦，在公司行号里面，你的这个团队里面有老板，有上司，有你的主管，有这些员工。那么你对上司要讲忠啊，要尽忠啊。哦，那老板对员工呢？要讲理，要讲人，哦，这样员工呢才能够尽忠尽义。这个是回归自然啊。今天谁能够懂自然之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你看，你跟员工之间那是朋友关系，同才关系，哦，那个同学的关系，这个同啊，同就是所谓的朋友之道了。哦，跟长幼就是兄弟，兄弟在家族里面有兄弟，在外面也有兄弟啊。哦，年纪长的可能就是我的兄弟，年纪比较小的就是我的兄弟，都是兄弟啊，四海之内皆兄弟啊。你能不能用悌道来对待他们呢？你把悌道流露出来了，你就是回归自然之道了。大家身处在这个自然环境之中，这个社会哪有不和谐的呢？社会和谐了，国家自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怎么会有天灾地变呢？所以天灾地变怎么来的？都是人心变化而来的。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人心的，大自然不会无缘无故造一个灾难给你。你说那个是自然现象啊？这哪有什么跟人什么关系啊？你看我们古时候的人，哦，那些县长，那些做高官的、做皇帝的。发生天灾地变啊，都把这种责任归属自己。啊，父母呢，这个县长啊是父母官啊，所以呢，他的子民发生事情，这个父母官第一个有责任。哦，如果整个国家发生灾难，很大的范围，那么皇帝呢有责任。皇帝啊下诏罪己。皇帝要闭门思过，而且呢，皇帝呢要向天地忏悔，这样的皇帝呢才是符合人心的。哦，皇帝忏悔了，他的百官哪有不忏悔？百官忏悔了，百姓没有不忏悔的。所以皇帝一个人，他就是代表了一整个国家的代表。他怎么做，这个国家的兴乱治衰，就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哦，这个县市的
治理的好坏，就在这个父母官的身上，都很重要啊，环环相扣。整个国家、整个天下的建立，都是这样环环相扣起来的。你看这个环环相扣，它扣起来是整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面哦，这个面我们称为国家，称为天下，称为世界，称为宇宙啊。那是不是条条道路都通罗马？哦，条条的这个环扣之间的这个丝线啊，是不是就是通向那个最终极的？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是道啊，无处不是道，无时不是道。所以我们要找道，在哪里找？在这些环环相扣之中找，这个是道啊。那么国家的基本单位在于家，哦，家的一个组成是夫妻。那么夫妻虽然是家的一个主体啊，但是呢，这个夫妻之上啊，还有一个父子关系。哦，也就是说，整个五伦的关系啊，以父子为主要根本。哦，就是父子有亲啊，亲是亲爱，父子跟父子之间产生亲爱，这种亲的爱啊，是人的本性。所以父对子是慈，哦，子对父是孝，这个就是亲爱。那么我们中国人讲爱，它是有等级的爱。这个等级的爱呢，是很聪明、很智慧的做法。也就是说，人用这种生命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人世间啊。你不是呢，把世间人都当成父亲来爱，这个不是儒家的说法，这个是佛家的说法，是基督教的说法。儒家讲有等级的爱，也就是说，你对于你的父母亲是最亲爱的，对于儿女最亲爱的。再来呢，是对于兄弟，对于这个姑嫂堂侄等等啊，这些再扩而充之。那么这个是合理的爱，这个呢才是呢人性的爱。因为人处在这个环境啊，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呢，就像佛菩萨一样，就像上帝一样，把他的心呢调到最高处，然后呢，从这个心性的道理啊，看到每一个人的原点。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要爱他。但儒家呢，他没有，他的最后境界虽然也达到这个，可是呢，儒家比较讲求当下的现前的这个部分。哦，他不讲出世间，不讲生死的道理，他的那个是因为呢，人有办法处理你这个家国天下的事情了，那就已经是达到圆满了。人的工作就是这样子而已。哦，人的使命、人的责任就是达到家国世界整个天下的圆满，你就可以回天交趾了，你就可以回归本来面目了。所以儒家讲的这个呢，是非常气理气机的。哦，但是呢，在古时候那个时代，他可以抛家舍业，他可以不顾人伦，跑到山里面去修行，然后自己成佛了，哦，成神了，自己逍遥自在了，再来度化众生，或者是说呢，不要来度化众生，这个是他们的选择。那古时候可以这样，
古时候可以这样，是因为古时候的人心良善，自然有一道礼法，有一道典章制度啊，在规范的人世间，所以呢，他们照着这个礼法来走啊，还不会逾矩，还不会超出范围，整个家国世界的运作啊，是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虽然可能有不和谐，但是呢，还算自然。所以古时候的出世间的修行人，他可以这样子。但是现在出世间的修行人，已经不可以这样子了。我们要知道时运了，知道时机了。时运是什么？时运是儒家收圆，时运呢是白阳应运。你看白阳应运，就是在讲人世间的道理。人世间的道理你都不讲好了，你讲什么出世间的道理？人世间的道理，就是叫我们回归自然之道啊。回归自然之道是什么？就是五伦八德，就是三纲五常。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清楚、很明白？但是呢，不容易做到。这比你在山里面修行啊，那真的是还要难修啊。那其实也看人修啊。我们在道场都常常在讲人事问题，人跟人之间呢磨合的不愉快，所以呢，有的人就离开道场，自己呢苦修苦练。那么有的人呢继续留在道场跟人家磨。那么我们必须清楚了解，所谓的人事问题，就是你在五伦八德里面把这些德目做好。所以你只要是在这个世间，你走到哪里都有人事问题，你绝对不能去逃避它。你逃避它，你逃避不了，因为你这个考试没有过关，没有过关，你不可能在心性上有所成就了。我们会讲到心性的问题，但是呢，眼前的问题要先把它讲清楚。所以道之宗旨都是在教这个。眼前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了，你要解决什么？心性的问题。所以道之宗旨教我们，你就是孝父母重师尊。你就是把这个五伦八德把它做好。那么现在的这个出家的修行和尚，为什么成就的很少？这个呢是他们那些出家人啊，他们自己说出来的。以前修行人有成就的，是出家的和尚，再来是出家的尼姑，再来是在家的男众，再来是在家的女众。以前的人，女人是非常命苦的，那所担的业很重，他们能够修行已经不简单了。那么他们又在家里面修行，那是难上加难，烦恼障碍一大堆啊。所以在家女众啊，修行有成就的很少。但是现在呢，整个颠倒的原因是因为时代变了，天命不一样了。我们不是说要弃理弃机吗？那时代变了，你这个理也要跟着走。原理原则不变，可是方法手段会变。所以现在整个颠倒过来了，在家的女众修行有成就的第一。你看我们道场，仙佛菩萨
都说要转成女生。哦，女的身体好修行啊，她造业少啊，她烦恼少，没有像古时候的女性这么样的苦难呢、那么她的这个机缘又来了，所以她也影响力也大。你看女众，在家的女众，她呢也可以出来跟人家当官，哦，跟人家选立委、选县市长，跟人家出来做老板，跟男人一争天下。哦，在我们的很多家庭里面，男性的表现啊，比女性差，这个是很多的。哦，女性还是照样要看孩子，还是照样要整理家务，然后呢，赚的钱还比男生多。这家庭太多了啊，可是女性照样有成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呢，现在是地天太卦。哦，我们易经里面，天在上面，地在下面，叫天地痞，痞就是否定的。那地天呢？地在上面，天在下面，那就是国泰民安了。所以女人出头啦。啊，很多道场的修行人、修行的这个领导人，也是女性。哦，我们在道场开班讲课，来听课了，也大部分都是女性，在家的，所以女性出头了。这时代不一样。那他说呢，这个在家的男众，有修行有成就的排在第二，排第三呢是出家的尼姑，再来呢出家的和尚。哦，我们一般人的说法，和尚就是男的，尼姑呢就是女的，这是一般人的说法啊。当然他们有定义上的不同，我们就不解释，我们只知道这个状况，这样就可以说明整个天地变了。整个天地变了，那就是呢，白羊时期来了。啊，白羊时期来了，白羊应运呢。白羊应运是儒家为主，儒家的修行以家为主，家的主角，最主要的主角是谁？是女人，女人是主要的主角。到现在其实都这样，一个家的这个主角是女人。你看那个印光法师他曾经讲，女人啊，操控天下安危一大半的主权啊。天下安危要靠女人，不是靠那些政治人物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女人你要教小孩子，你要在家把小孩子顾好，教育好。哦，你教化出来的这些小孩子，以后影响的这个社会，影响了国家，影响了天下。你如果能够教化出一个圣贤的孩子，那是影响的整个天下。那你说女人的这个重要性大不大？太大了。所以现在是男女平等，其实是平等在这里，平等在于女性的这个作用啊，在整个世间呢，已经是拉高了，它不再是处于这种被动的局面啊，所以女性修行有成就的是第一。所以
道的宗旨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你就是在这里修，那就对了。哦，你就好好修，用心的修。你做人丈夫了，把丈夫的道修好；做人太太了，把太太的道修好。你不要再去把那些成知成见，哦，你的见解，你的这些烦恼挂碍，通通放在你的心上，你要通通忘掉。哦，你要去其诚心啊，存其真君。这是庄子的话。诚心是什么？你的邪知邪见呢？累世以来，你的那些知见呢？孟子说：“学问之道，求其访心。”你看，跟庄子想的是不是一样？求其访心呐。这里呢，去其诚心呢，存其真君呐。这道理都是一样的。他接着讲，其事欲生者，其天机浅。欲望生的人，那么他的天机呢就浅。天机呢，就是跟天这种感应的这样的一个机缘。用粗浅的解释，就是这个天机，就是对于性理心法那种来自于天的根源那一份了解与得到，你的机缘是很浅薄的，所以你对于这些道理你听不下去。探及生命的学问你没有兴趣，倒是赚钱是很有兴趣的。所以现在想要赚钱的人，想要发大财的人还是很多，而且这种现象呢越来越明显。现在有个乐透彩，好几期没有开出来，那就累积到上亿元。你看这个3亿5亿，你中一次就一辈子就不用再工作了。每一个人都想中那3亿5亿的，所以呢，这个大乐透在开奖，大排长龙，每一个人想真的要。那这个呢是邪知邪见，这个是社会的乱源。每一个人都想这样子，那不是社会的乱源是什么？甚至我还听说道亲，他如果能够中乐透彩，全部的钱拿来捐给道场，盖大庙，这个都是邪知邪见的。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们后来会继续讲到因果的问题。所谓一因一果，莫非前定。你想要得到这个财，是你命中有的，你命中没有，你想要得这个财，那你再怎么签也得不到。但是呢，因果的道理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渺茫了，太遥远了。不要说我们修行人，对于这个一般人啊，那几乎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受的果，我们看不到因呐，看不到因，是因为这不晓得是哪一世劫来的。哪一世劫来的会造成今天这样的果？所以呢，你因为不知道，所以你不承认它。有的人不相信它，世间没有因果，因果在哪里？哪看得到？在乡下那些农夫，他们就会讲这种话：谁看到因果了？就是因为看不到，人没有智慧去看到它，
结果呢就造成大家呢胡作非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依现今的福报，我要来做我该做的事情，享我该享的福。痛苦了呢，再来怨天尤人；痛苦了呢，再来骂天骂地。这个是渔夫渔妇。如果晓得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话，我们就不会期待说你去签大乐透会得奖。如果那个财是你的，你不用签，他也会用各种方式来给你拿。这个是甚稀甚深的道理。那所以，在这个道之宗旨里面，我们要强调，先佛把这个道的宗旨把它标示清楚，把它明白的写出来，就是让我们还没有感应到的，你要照着这个道之宗旨来做，那么你就会入道。所谓登堂入室。所以各位，老师没有传道给你哦，你不要认为老师有传道给你哦，老师只是指一条路给你哦。那老师如果有传道给我的话，那我根本不用修行啊，老师帮我修就好了，我可以不用背因果，老师帮我背，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说？老师一切都帮我做好了，但是不是啊？道是你本来有的天地还没有生成之前就有道啊。那你这个道呢，是印着天地还没有生成那个道来变现你这个人，所以你这个人跟那个天地还没有生之前，其实是一体的生天生地生人之后，你还是跟天地一体的因为呢，都是从那个道演化出来的嘛。这个我们以后会陆续讲到。那所以说，你要去其诚心呢，你要放下，你要空掉你的船。你的烦恼是什么？你想想看，庄子有一个寓言，这个一条河有两条船这样对驶，这样呢，在一个浪花的打击之下，一条船就撞到了另外一条船，然后被撞到了这一条船的船长的船家当然就出来了，指责对方骂对方你怎么不把船开好，把船控制好？你的船这样撞到了我的船那你要不要赔偿另外一个船的船家跟他说对不起，那我给你赔偿。那受损伤的这一家的船家呢，那个气才消了。消了之后没多久，又有另外一条船来了。这条船呢，也是不偏不倚的撞到了同样一条船。那这个被撞的这个船家又出来大骂他，特骂：今天怎么那么倒霉连续2条船撞到我！你们这些船家到底会不会开船那怎么都撞上我呢？他骂了老半天，对方的这个船家也没有出来。那他更气了。你这个家伙，赶快给我出来！我这个船被你撞成这样子，你说你要怎么办？结果呢，叫了老半天，对面的船就是没有人出来。
没有人出来，他就奇怪了。想办法跳到对方的船上去找人，那躲起来了，那不敢见人啊。他准备了拳头已经准备好了要揍人了，结果呢，找来找去，那一艘船根本没有人。根本没有人，那他呢也生了一个大疑惑：怎么没人呢？没人怎么会撞上我的船呢？真是见鬼了！今天真是倒霉啊！好了，念一念就没事了，气也消了，跳上自己的船继续开走。庄子用这个故事做一个很好的比喻。也就是说，你要空掉你的船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世间的现象空掉呢？你看，你对于那条空船，你可以放下，因为你没有发泄的对象嘛。没有发泄的对象，你当然只好放下。你不放下又能够怎么样？庄子说，你把所有的事情通通看成那条船。凡是呢，所有障碍你的人、侮辱你的人、责骂你的人，你通通把它看成那条空的船，那你不就是气也没了吗？怒也生不起来了啊，你的个性也找不到了，你就空掉了嘛。这个就是空船啊。你会生气，是因为对方有一个人在那里。有一个事物在那里，所以呢，你会跟这些人事起分别、起对待、起执着，所以你的无明妄想就不断的产生。每一个生活细节你都有这些人物对象，结果哪一天你碰到这个空的对象了，你分别执着没有了，你的这些烦恼挂碍没有了，你就是放下了，你就是要去其诚心呐，你要求其放心呐，你要学会去放掉那个心呐，这个是我们道之宗旨告诉我们的。所以要空掉你的船，空掉你的头脑啊，空掉你那一份对人的这个知见，对人的妄想、分别与执着。然后呢，再对于事情，再对于境界，所有一切都应该空掉。只有放空，才是回到道唯一的一条路。我们以前做过一个实验，在这个玻璃管里面，哪一只动物可以逃出升天的？玻璃管一端是封住的。一关呢，那这个封住的这一端呢，也是玻璃，然后照这个日光，这一端呢是开口。哪一只动物呢可以逃出来，往这个开口逃出来？结果用了蝴蝶，用了蛾，用了蜜蜂，用了苍蝇，哪一只逃出来了呢？所有的动物都往有光的这边跑。结果呢，有光的这边是封住的，苍蝇当然也往这边跑，可是苍蝇看到这边没挡住了，结果就乱窜，就从这里乱窜出去了。所以苍蝇它没有知见它没有规章法则，它没有相光的原则，在它的这个脑海里面没有，所以苍蝇代表那个没有头脑。我们说无头苍蝇其实这个真是很好的比喻。无头苍蝇不是对的无头苍蝇是一种状态，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头脑的知见、那种烦恼、那种分别对立，把它放掉、放空，你就可以逃出升天，你就可以呢登上这个成圣成显之路，回归本来的面目。这个是科学家的实验告诉我们，
呼应的这些圣人的说法，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因为累劫累世的习气，造成我们在这里这样动弹不得。你甘心吗？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我不晓得回家的路，我没有办法来去自如，你甘心这样子吗？所以，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就是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呢，有它的深意在里面。这个深意是什么呢？这个深意就是君子务本。君子人因为他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为他的。以后我们会讲到善恶的标准。善呢，就是完全为他，只要有一丝一毫的为己，那就是恶。那君子呢，都是为善的，所以君子务本。那君子知道这一切的道理，所以呢，他的乐得做君子都是做别人、为别人的事情。那小人冤枉呢，是因为小人呢都是为自己，想到的为自己就是各种烦恼、各种习气现前，造成他今天的生活没有办法自如，各种障碍不断，各种呢这个疾病缠身生活不顺遂家庭不美满这个呢，小人冤枉做小人你做了小人，你还不知道冤枉你要跟这个青天大老爷跟玉皇上帝说你是冤枉那今天必须要人告诉你，你不要再冤枉下去了嘛，不要再冤枉下去了，你就要来接受这些圣人的教诲接受老人的教诲。早安。那最近有一部电影要上映了，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就叫做2012。那这一部电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舆论，大家都在批评应该说大家都在评论这件事情。那么电影里面的内容呢，是根据玛雅文化，这个古玛雅国预言我们这个人世间2012年就是一个末日之年也就是说呢，世界末日快要到了，就在2012年。那么2012年离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近我们已经迈入了2010年了。这么说，世界末日还有2年那么世界末日还有2年，这是不是真的呢？这个从各种现象界来看的话，那是很有可能。现象界所呈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现在所呈现的各式各样这种小型的毁灭都已经在上演，每天不断在上演譬如说呢，在非洲坦桑尼亚或者是卢安达这些国家，那他们每天呢连吃都吃不饱。为什么会吃不饱？因为呢他们种的这些植物种的这些菜已经不会生根结果，没有东西吃了。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用国际补助的一些麦或者是一些玉米粉，然后呢加一些土，那他们当地人认为可以吃的一些土把这个小麦粉跟
和在一起，然后下去烤。那因为吃了这个土之后呢，人就比较不会有饥饿感，所以呢，这个土啊，还供应不绝，供不应求啊。可是吃了这个土之后呢，当然有它的副作用，因为呢，它比较没有饥饿感，所以呢，会造成你的消化系统失去作用。哦，当你吃了它了之后呢，可能呢会排便排不出来。那听说他们当地呢，要排便呢，都要用挖的，哦，把那个便呢从肛门里面挖出来，真的是骇人听闻啊！我们这些文明的国家没有办法想象。那不只是非洲地区啊，这个非洲地区的饥荒啊，我们几乎是很早就听说过了。所以对他们而言呢，也没有所谓的世界末日，能够多活一天就赚到一天了。啊，对他们而言哪有世界末日呢？但是对我们而言啊，这个世界末日啊，就会造成人心极大的恐慌。哦，现在呢，海平面上升了。啊，昨天还在看国家地理频道，那么这些科学家呢，为了测试到底冰的融化速度有没有很快啊，快到我们无法想象啊，那他就呢到了北极的现场去测量。那么到北极现场测量啊，那个冰啊本来有500公尺这么厚，那现在呢冰不断的裂开，哦，那不断的裂开呢，这些科学家呢只好用那个绳子啊，吊着摄影机，然后下去拍摄，看看冰裂缝里面到底有什么情况。那它到底深到哪里去？那发现了这一测量啊，这个冰的裂缝啊，已经深到这种和河流和地层的这种河流啊，地下流啊，已经深到那里去了。也就是说，冰融化的水都已经流到地下的河川去了。那地下河川流到哪里去了？流到这个河流啊，河流又流到大海啊。那么这些水不断的在流失掉。那流到大海之后呢，大海的水会上升，哦，海平面上升，所以现在很多沿海的这些群岛已经呢，哦，它那个水淹到他们的膝盖了。你看威尼斯，号称水都的地方，哦，这个文明国家，在防堵，哦，用这个海堤啊，防堵海水倒灌也是没有用。那么泰国很多小国家，很多这个小岛屿啊，他们的庙面向大海，庙啊都已经淹没了。哦，应该说呢，已经淹没到脚部了。那么也没有办法在那里生活起居啊。所以庙里面的和尚呢，每天求佛，希望佛能够保佑啊，让这个庙不要被淹没。那么这个世间这种小型的毁灭呢，每天都在上演。小型毁灭累积多了，当然就变成大型的毁灭。那大型的毁灭呢，会不会就是玛雅文化所预言的2012年世界末日呢？这个真的是很让人惊慌。
哦，这个我们刚才讲，非洲的地方人民没有办法种植，没有米饭可以吃啊。那现在呢，粮食已经成了世界的这种头号的危机啊！哦，粮食的缺乏已经成了头号危机。那你看那些非洲的国家，他们要向种子公司去买种子来播种，哦，不管是播种什么，只要可以吃啊。但是呢，他们的土地啊又没有办法种植了，所以呢，不断的要砍伐森林，哦，让其他的土地啊有能力生长出这些农作物出来。那他们的这些种子啊，又是有机的种子，哦，应该说呢是基因改造的种子，所以他们一定要种，他们不种呢，这个种子明年也发不出芽。那么这个种子公司啊，为了控制这个种子啊，哦，要他们呢每年要向他买。那么他们呢，一定要把这个种子种出来，所以呢，要砍伐更多的树木，砍伐更多的树木啊，结果呢，土地就没有养分了，哦，因为土地没有根来吸收这些养分，哦，所以土地就会沙漠化。那土地没有办法有养分，也没有办法抓住水分。所以呢，这些水呢都流到大海去了，海平面上升了，那土地沙漠化了，哦，然后呢，这个沿海的城市呢淹没了，这是我们每天现在呢看得到的现象。所以2012年是不是真的来一个大毁灭啊？那在这个时局，我们对于道降印在这个时间呢，道是不是可以来帮助世界免于灾难？是不是可以化解全世界的灾难，让全世界的人民呢都能够获得到解救？那这个是需要我们来努力的。那现在呢，宗教已经很多，各式各样的宗教很多，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解决世界的灾难呢？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道跟教它的最大不同的意义。那么宗教有它教化人心的一面，但是呢，宗教变成的这种教以后呢，它的这个本质，也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人的那种格啊，这个品质会下降。品质下降了之后呢，它产生的作用呢，就只是一种表面的功夫，表面的敷衍，以至于说呢，那种深入基层的、深入根底的那一种力量已经没有。所以从时下这个宗教百态啊、万教齐发的现象来看人类的信仰，那么我们必须清楚了解，人都只是对宗教一时的迷恋，那么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实到心性上。那么包括我们道亲，如果自己不知道在心性上着力啊、下功夫啊，那么道亲也是跟一般人是一样的，会被这一场大灭绝所淘汰掉。
这个是我们讲道之宗旨要来分析为什么道跟教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最近看到净宗学会，这个是佛教的一个团体，他们在推广《弟子规》，推广这些儒家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在大陆那边呢，是办得有声有色，各类人才可以说都出来了，能说善道的非常多。那么我们听了他的言论呢，也非常感动。那他们真正的有心要推动。那看到他们这样子后学也有一个心得，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出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那么反观于我们道场的讲师、点传师，我们有没有他那种力量？有没有他那种能力呢，来推动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两相比较之下呢，就如老前人所讲的那句话，那么我们讲道呢，可能讲不如这些法师那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些人这些教师老师出来了，事实上呢，他们能言善道的那一面我们道亲也可能讲不过他们。那他们在办这个会场，他们在吸收人才那种方面的能力也可能是这个道亲望尘莫及的。那看看他们的做法，那我想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个道落实，或者是推动到整个全天下？像这个中国的每一个分子让他们推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重要的核心在里面。那这个核心呢，不是一本经典，不是一句话，而是呢，我们泛称的那个道。那个道的根本是要抓住没有抓住那个道的根本你能说善道，你很有能力，你办活动，你办学校，那么都停留在一种教化。那教化也很好，教化至少可以安定一部分的人心只是呢，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那么所以呢，我们没有能力像佛教这些团体他们办的这样子风风光光这样丰富又盛大。那么我们只好反求诸己，反归到我们的内在反归到内在那个自信我们才能够抓住那个以不变应万变，它那个核心力量。所以子贡曾经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信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老夫子讲的这些学术、这些知识、这些技能，那么是可以听到的，可以学习的。但是呢，孔老夫子所讲到性跟天道，那么性呢，就是我们要强调的良知本性；天道呢，天理良知天道就是天理，天就是我们的心。那么了解到那个心性的道理这个才是孔老夫子周游列国明传世俗暗传道它的主要的一个诉求。
所以道不讲什么稀奇古怪，道没有新鲜的，道都是古古相传的。老前人常讲啊，你不要想从我的这里听到什么新鲜的，我没有新鲜的。哦，我只有讲圣人所讲的话，先佛所讲的话。那先佛圣人所讲的话，都是教我们反求诸己，都是教我们呢，亲爱人民，都是讲这些。那么在做到这些功夫之前呢，夫子所讲的性跟天道啊，你就必须要悟出来，你那个力量啊，才有办法着力。你这个功夫啊，才能够发得深、发得远。这个是道跟教最大不同的地方。那所以我们看现在佛教回过头来学儒家，用儒家这一套来这个表面是弘扬儒家思想，实际呢是弘扬了佛教的思想。那么不管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其实都是中华文化，都很好。然而我们必须再把它深入分析一层啊。这个武教他们这一面，已经传了2000多年。那么到今天呢，它有哪一些的这种现象产生啊？我们说儒家，现在有哪一个修道团体号称儒家的？好像没有。有儒中神教，儒中神教根本就是道教啊，时下的道教啊，真正回复到像白鹿洞书院他们那个知识分子学到的情况，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那种情况，几乎没有了。也许有，但是我们没有看过，所以几乎没有。那现在儒家在干什么？儒家就是附身在这些学术机构里面，学校团体里面，那他们呢传这种经典，传这些古圣人的教化，所传的是什么？所传的是这些知识的传递。至于心理心法呢，他们呢也摸不着头绪。那些教授学者也摸不着头绪啊。讲到心理心法，他们也是不可得而闻也。那所以说，儒也变成一种教化。但是儒呢，大部分人不称它为宗教，因为呢，它缺乏那种宗教的仪式。很少有那宗教仪式，除了说祭孔大典有那个宗教仪式，其他的平常是没有。所以呢，儒变成教是附身在学术单位。那么儒家的这个代表人就是教授学者，这个是儒家。那我们说看看道家，道跟教分流啊，那个是很早的事情道会变成教，道家变成道教。事实上呢，老庄那个时候是没有把道变成宗教的，他们讲的都是心理心法，讲的是学术。那道变成教呢，是在汉朝东汉时期。这个张天师啊，他立了这个道教。立了这个道教之后呢，中国的民间把它接纳起来，成为自己的宗教，这个是道教。
所以讲到道家，那用老庄来做代表，他们讲的那个才是真正的道。那后来的这个道教我们知道变成这些道师这些法师道士那道士呢，吹符念咒步罡踏斗这个踩天梯就是都是在搞这个。那这个就变成始祖的教了，道就变成教了。那佛家呢？佛家本来是一个学术思想，来到中国呢，它也不被称为教，它是一种学术的理论。那么中国人很敬重佛家，因为呢，佛家他讲的道理超越了中国人历代圣人他所教的那个范畴，所以中国人把它接纳，而且呢，他跟中国人所拥有的道德伦理的观念呢是相合的。后来佛家呢的思想深深扎入了中国人的心，但是后来呢，佛也变成宗教了。佛的教法已经不是道了。你看佛家来到中国之后，他不再托钵了，不再住在树下，不再到山林讲学了。但是呢，在这期间呢，还是有祖师大德出现，所以呢，佛教还是兴盛一时。那么一直到大概到南宋以后呢，蕅益大师自己讲，南宋以后中国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比丘他讲的这句话很符合济公活佛的视线。那么因为没有比丘了，济公活佛视线一个这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主要呢是为了点醒这些和尚，救度这些愚昧的众生所以用了这个疯癫的形象。所以蕅益大师他讲的这句话，他是很有可能。南宋以后，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有一个开悟的人有一个正道的人，几乎很少，没有看过了。有念佛成就的人，那么佛教这些法师后来呢，专注于这种经忏的仪式专注于这个敲打念唱，不再做讲经教学，不再做呢这个深入心理心法。所以呢，佛教到现在给人的观念，那就都是一种迷信的观念专门为超度死人而立的一个宗教，这个是佛教。你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到现在他是为了超度死人，只有死人的地方才听得到佛号平常你放阿弥陀佛的佛号人家还会以为你家里有什么人过世了。这佛变成教这是非常的可悲的现象。再来看基督教、回教，你看基督教那12门徒，12门徒有跟着他了，都回天了。那个叛教的那个犹大可能没有回天，但是呢，他实现一个反派的一个作用那么他也有一个示现的作用也许他也有回天，因为他是演反派嘛，演反派也是不得不要彰显
基督的德能了。就好像佛教里面的提婆达多，他是演反派。那么他虽然呢，这个抵制佛的行为啊，但是呢，他最后呢还是有成就。虽然他堕落地狱，可是呢，他堕地狱呢是在享受，而不是在受苦。再来，我们讲到回教，回教可以说是最虔诚的教徒。我非常的佩服回教的人士。那么回教的人，真正的在自己的本分上、自己的岗位上，用心的来生活，那回教人是非常的虔诚。那虔诚的程度啊，其他宗教都没有办法比。但是呢，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听到了回教，都是为了政治，都是为了国家，都是呢为了个人的利益来发动战争，来造成了恐怖活动，打着圣战的主意来进行世界的破坏，这个就是回教。那么一个道会这样吗？所以回教呢已经实质的变质了。但是呢，他真修实践的人还是有，只是呢，他普遍的力量呢已经转移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道之宗旨，道跟教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要说道到底是什么？道是一种宇宙的主宰，这种时空之中的一个主宰。那这个主宰呢，不是一个人，那也不是一个力量，那么你说它是自然呢？也许就是自然吧，因为呢，道法自然嘛，那一种自然的规则在运转。那这个核心呢，我们把它一种人格化，叫做老母。所以老母并不是一个形象，它是一个代表。也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它就是一个空的本体。那宇宙的真主宰，所以我们中国人讲无极而生太极，那个无极的状态就是老母，就是宇宙的真宰。那无极为什么会生太极呢？这个就是一种道法自然的现象。那太极一定会生两仪，两仪会生四象，四象再衍生八卦，这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生灭变异的现象，那就是一种道的运转。那么在道的运转之中，人在其中人有没有包含这个道呢？这个道演化的过程当中，就演化出万物，万物呢之中呢就包括人，所以呢每一个万物的一个形成都是一个道的本体的示现。所以你看，那么道呢用性理的方式存在人体之中，所以呢人才有性理。那万物呢？万物有它的物理，有它的事理，有各种理，那个也是道的示现。但是人的这个是因为这个性理所以呢，人成为了万物之灵。灵是灵在人跟那个性是可以感通的。那么人可以跟性是一体的。性来自于天，我们刚才讲这种宇宙的主宰。天呢，就是我们说代表的那个